这方面，赶快嘛是上新的消息，要来关心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高嘉瑜，伊进前上节目的时，讲到前总统陈水扁因为不满蔡总统无甲伊特赦，扣分伫咧心肝头，伊就讲规气请韩国瑜来特赦。也毋过陈水扁伊嘛伫咧人面册讲到这件代志，伊讲就算变做无路用的人，伊嘛袂支持韩国瑜。针对这件代志，高嘉瑜下早嘛亲身出来说明，叫前总统陈水扁莫受气，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。在换掉之后，进了总统府见了阿扁总统。那我到现在还对那一幕印象深刻。我记得我当时走进总统府的时候，阿扁总统翘着二郎腿，然后对我说：“输不是输，牙不是牙。”所以我到现在还一直把这段话记在心里。所以我是很感谢阿扁总统给我人生这么一段宝贵的经历，然后让我一直铭记在心，但绝对不会是仇恨。陈前总统他也特别提到，他是因为关心民进党，所以我相信他应该是爱之深责之切。所以我现在要修正，他爱小英总统比爱韩国瑜还要多。